兄姐妹们平安，平安。你真的平安吗？请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好，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在圣殿中来敬拜。我们首先来读诗篇100篇4到5节，预备，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着感谢的心，带着对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回应，一起进入他的同在。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挪去一切的忙乱和忧虑，让我们单单注视你。圣灵啊，求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口中的歌声，更是心灵与诚实的献上。主耶稣，我们渴望遇见你，我们渴望从赞美开始进入更深的信靠，直到住在你的同在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不论我们这星期的光景如何，神的救恩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爱仍然与我们同在。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他。如果不方便久站的话，随时都可以视身体状况坐下。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救恩。是你
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是否属天意志？我们不再被辖制。你收生命树的果子，播出你所造都没样子。释放属天意志，我们不再被辖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活出你所造柔美样子。令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因为我们愿意信靠神，跟随神，神就带领我们进入他更深的同在，不是停留在外院，而是进入他的圣所，让我们的心再次安静，渴望他的同在充满我们。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
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属恩的儿女能够在棕树主日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学习这首诗歌，献上我们的心，成为圣所。圣所是
被神的圣洁所充满，被神的恩典恩膏所祝福，也成为跟神同行、与主同行一个喜乐美好的人生。主啊，愿这个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敞开心门，让我们勇敢歌唱，让我们祷告祈求，神的恩典就要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愿这个礼拜也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成长的礼拜，一个跟神更亲密、更连结的礼拜。愿神的恩膏赐福在整个礼拜，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着，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来进行下面的程序，牧师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是我们要欢迎一位新朋友是从日本来的他叫做浅田佑里。不会讲他的日文但是他是玉玉还有乐琪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这位姐妹是他们小朋友的主日学老师，你请他站起来，我们给他热烈欢迎一下好不好？好，欢迎好，谢谢，请他请坐。因为他等一下想要去参观我们的主日学了，所以牧师在开始做礼拜的时候就欢迎不过还有一个邀请就是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在讲道完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那牧师特别要鼓励大家在你有需要，无论是肉体病痛，或是有心灵上的软弱，或是家庭的难题，还有子女各样你有需求的，我们是用一个特别的集合的时间，要跟神祷告愿神感动每一位愿意到面前来，也请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代祷同工以及我们的小组长一起准备要来服侍。等一下可以穿上这一件我们的新的背心教会的背心，这样可以清楚辨识要受服侍的，还要服侍别人的好，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谢谢。恭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记载在2处。第一处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第二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此时我们一起来攻读，一起来朗诵撒迦利亚书9章9节。西安的居民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人民要欢呼看，你们的君王来了，他得胜，凯旋归来。却谦虚地骑一匹驴，骑着一匹小驴。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他们走进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地区的伯法其，耶稣派遣2个门徒先走，吩咐他们：你们到前面的村庄去，你们会立刻看见一匹驴和一匹小驴拴在一起。把它们解开，牵来给我。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就告诉他，主要用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把他们牵来。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神的儿女，看你们的君王来了，他先去得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2个门徒依照耶稣的话做了，他们把驴和小驴牵了来，把自己的衣裳搭在驴背上，然后请那耶稣骑上去。众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些人拿树上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群大声喊：颂赞归于大卫之子，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来的那位。颂赞归于至高的上帝。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都骚动起来。有人问：这人到底是谁？群众回答：他是加利利省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献诗，我们请颂扬诗班。今天要献唱的曲目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感谢颂扬诗班美好的服事，愿一切的掌声荣耀归于天上的父。讲道，我们邀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来讲道。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棕树、驴驹与十字架。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迎接棕树主日。这个主日呢，是我们基督教节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天，而是一个礼拜。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受难周，耶稣受难周的节期。当然，因为我们台湾呢，是属于这个东方文化的地区了哈，没有形成一个就是在社会里面这个气氛比较少。像在国外，特别在比较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他们整个受难周，包括复活节，甚至都还有放假哈，放假。但是我们台湾
用那个什么春假，以前有春假来代替啦。总是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受难周，每一天我们都纪念主耶稣曾经在他最后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运行他所做的神差派他的工作。我们也一起通过神的话语来一起勉励，一起来学习这个最重要的信仰。我们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一起在这边聚集，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是荣耀的身份进入，但是却是以罪犯的身份被钉上十字架。神啊，让我们从这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看见主耶稣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将主耶稣赐给我们，借由受苦所带来的拯救、救恩、盼望跟喜乐。因为这样的信仰，我们在人生的事上走在这个信仰当中，神的力量也要跟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启示以及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棕树、炉居跟十字架，我们都知道，它这是受难周3个很重要的象征哈。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有特别是第2段，第1段撒迦利亚书是在预言了哈。那马太福音它直接在印证说，就是按着先知所讲的，耶稣骑驴进城，就是这个故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再重复了。我只要先给我们看一下，在这我们的第8节哈，第8节里面他有提到的，在群众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些人拿树上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这边只讲到衣服，只讲到树枝，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讲棕树主日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读经的上面的查考的情况哈。那其实我们知道4本福音书都有写到耶稣进城，但是只有约翰福音呢，他写到了他们拿的树枝是棕树枝哈。但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都把它称为棕树主日。当然我们知道树枝也许他们在当时真的砍下棕树枝，但是在记录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写棕树因为在他们的在犹太人的社会，就是他们的中东巴勒斯丁这个地区，棕树是他们最常见的树。就像台湾我们以前有榕树啦，还有我们的那个樟脑树啦一些树都在我们旁边，我们随时都用得到。但是这个树的举动，形成一个受难周很有意思、强烈的一个印象跟对比。棕树、炉居跟十字架，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话在讲到耶稣荣耀进城。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刚刚已经复习过了，我们就直接跳过来就是在伯华其，耶稣交代门徒去牵一只小驴驹来，叫一匹小驴，然后主要用它，然后他们门徒就把驴驹牵过来，然后把衣服搭在背上，又骑上去了。这边有提到说用树枝，也没有讲到橄榄树没有那个讲到棕榈树或是棕树。但他们唱了一个颂赞归于大卫之子，它原文就是何珊娜。那何珊娜是颂赞，就是这个字的翻译。但是何珊娜原先的最原始的意思，还有一个主啊拯救我们那个意思，拯救我们拯救，或者说救星来的那种意思。所以何珊娜是一种要得胜的欢呼的意思然后最后一段话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就是从耶稣进城，他的整个故事的铺排当中，群众的呼喊当中，他们的认知是什么？这一段话有讲到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都骚动起来，骚动表示大家就是拥挤的推挤的要去看，好像一个明星来了我们台湾很流行追星了，大家急着要去看是谁。
但是有人问啊，到底是谁？就好像你要去追星，人家问说，到底要看哪一个明星啊，对不对？然后人家就这样回答，答案是什么？他是加利利省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伏笔呢？这句话没有提到，他们要的是一位生命的救主、救赎主耶稣。他们要的是一位原来是先知，可以煽动众人跟随他的。他们希望是一位属世的君王。那因为只有四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记在中数字，我们也来复习一下。这边12章12节写说，第二天一大群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听说耶稣要进城，于是他们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们，欢呼说：赞美上帝！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来的那位，愿上帝赐福给以色列君王。所以棕树主日其实是根据约翰福音所写的把这一天当作棕树主日。那今天是礼拜天，等于是犹太人要进来过逾越节。他其实今天是礼拜天，但是从犹太人的历法来讲，他们是第一天呢。我们又礼拜天，对不对？我们又礼拜天，明天才礼拜一，那个一会让我们误会说是第一天，其实礼拜天才是第一天。因为我们也知道复活节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七日的头一日，7天的头一天，所以我们要有点类似跳脱原先的习惯的历法，我们回到犹太人，他们是第一天耶稣进城。好，那这个简单的说明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些进耶路撒冷的图片很多这样的描述，我们让有一个具体的概念耶稣骑了一只并不是很高的驴子啦所以他一坐上去人高马大的感觉那个驴子就很小不是马大，是驴小人高驴小那种感觉。那小孩子拿棕树枝来欢迎他，铺了衣服在路上这些都是一些迎接的画面迎接的画面。那也有用那个版画所写的一只驴驹，那一个形象给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是一个谦卑骑着一只驴子进城的这是现代人模仿在耶路撒冷游行的一个画面好，那些资料我们常常都看得见。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在棕树主日能够学习什么了好，他就是提到了这是一个充满误解的凯旋。误解，换句话说，一群人在欢呼，到底在欢呼什么？他们只是欢呼他们心中想象的，以耶稣当成一个 model， 然后欢迎他。但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会。空气中弥漫着兴奋骚动，群众手中挥着棕树枝，看起来是一个好像迎接君王的最高规格的典礼的样子好了，这个是一个场景的描述。不过，这个热闹的场景中存在了巨大的属灵落差。群众所想的是迎接他们想要的王，但是耶稣所想的却是他是被神所差派的救主，而且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而不是一个凯旋荣耀进城的君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棕树枝是一种荣耀的象征，被期待的强大，用棕树枝来描述他们需要的这一个伟大的君王，像大卫在世那种君王。因为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面，棕树枝是不仅是美观，因为它有对称嘛，看起来而且很好拿。我们台湾的树比较是一种枝叶纵横的啦，就好像一串一样，但是要直直的，就是我们的椰子树要不然就是那个槟榔树就像有点像棕榈树的感觉，同样那一棵的那种感觉。那摇棕树对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是被尊崇的。好了，看起来没有违和感，但是看起来深入来看，有许多枝节在里面呢。第一个，政治的狂热，群众挥动棕树喊着和散那的时候，
他们心里想的是啊，有机会了，我们要把罗马军队赶走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了。啊，这个君王哈，他的讲话很有力量。啊，这位拿撒勒的这个先知，是不是他能够成为我们新的领导者君王？因为他也是大卫的子孙，看起来啊蛮符合他们期待的。这位行神迹的，可能会带来他们恢复大卫的王朝的荣光。但是问题来了，这些群众面对了一个错误的知觉，荣耀的错觉。这错觉也可能藏在我们一般基督徒的信仰心态当中。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啊，这群人画 gay 啦，别画啦，我们要想说，这群人喊的，他们心意跟耶稣的心意差那么多。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你想的、你所求的，也常常不是神要的？那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这个荣耀的错觉是，我们有时候拿了棕树枝来迎接一位他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一位君王，或是一位解决事情的全能的主。但是你自己完全不归服在神面前，不在神面前认罪，不愿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而是只要把神当作工具，要来解决你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拿棕树枝，是不是？我们只求主帮我解决问题，我的困难，我的工作啊，我的家庭啊，我的一切困境啊，求主医治我，求主让我生活更顺遂，好像求，没有完全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啊没有认罪？那个罪跟悔改是得祝福的一个根本呢。但是我们人常常只停在前面段。有在呼喊没错，但呼喊你自己根本就不改变，好像你这个容器你没有把它清空了，你这个盆子、你这个罐子，你没有把它洁净了，然后主所倒给你的膏油，主给你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礼物，你装下去就不是原来的啦。这个问题在于这一群百姓的误差，也可能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荣耀若是建筑在只是求我的好处啊，犹太人只光一厢情愿说啊，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眼前政治的难题，那有时候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政治狂热，一下子过去，可能像我们台湾很多政治明星，前一段时间大家欢呼啊欢迎，后来他就像跌落神坛那种感觉，就不再有人理他，因为他没有满足百姓的需要。基督徒若是一种盲目的追寻，也常常会陷入这种困境。所以，真正的信仰并不在于那一种短暂的需求跟狂热，那是我们从耶稣进城、百姓欢呼的事情得到一个学习哈。那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到驴驹。驴驹的意思就是小驴子啦。那他是谦卑的，是被选择的温和，意思是耶稣特别选了驴驹，而不是选择高大的马或是其他的更有强烈的动物。我们知道在那个中东地方，骆驼也很好找啊，对不对？我们如果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骑一次骆驼，你会觉得很有经验，对不对？骆驼又高又大，又大。那为什么耶稣选择了驴驹？当群众期待一个骑着高大战马、腰挂长剑的将军时，这是他们心中的期待。不过耶稣却选择了一头未曾有人骑过的驴驹。你知道未曾骑过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线索。第一个，这只驴驹从来还没有被人使用过。第二个，这只驴驹是单纯的，他们也不知道载人是什么样子啦，驮重嘛。我们知道驴子呢很会驮重量，那驴子呢常被用在古代那种磨坊里面，有没有在磨那个面粉啊，磨很多豆子啦因为驴子很耐劳很耐苦所以被主人把他的眼睛绑起来，然后绑在那个磨坊的那个柱子上面，然后牵着这一个绕圈，让这个磨坊一直滚，然后把那些
面粉啊，那个都磨出来，它是那么的温柔被使用，但是竟然耶稣选的是一头未曾用过的炉具，是单单纯纯的，没有前面的经验的。那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一个非暴力的主权呢，非暴力，不是暴力的。因为我们常常知道战马象征战争跟征服嘛，那炉具就是象征和平跟服侍。炉具虽然不是那么的显眼，不像马那么样的名声响亮，但是呢，炉具一直是很多国家就是特别有出产炉具的这一个地方最好的伙伴，因为它耐苦耐劳，而且能够和平的参与服事。那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耶稣在马太福音这边所讲的耶稣进城，就应验了特别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的这个圣经先知的预言这段话。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行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而不是骑着战马。”弟兄姐妹，若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炉具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炉具的责任是，他在身上这一只从没用过的、没有人骑过的小炉具，他背负着宇宙主宰。也许刚有像耶稣的体重那么重的人坐在上面，一定是颠颠自自的，不是说很有力气啦。那有经验的炉具是很好用，对不对？但是没有经验一定是慢慢走。但是耶稣竟然骑着这一只炉具，而且他步履蹒跚的走在铺满衣服跟枝子的路上。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跟随主耶稣也不是显威风，好像觉得哇，我跟哪一个明星一起走哈，觉得身上有光哈，很亮。不是，我们是承载着使命，而不是显得威风。那这通常很重要是基督徒，特别是从受难周这个主日的思维，还是我们的一个灵修的当中，我们就是要突破世俗的眼光、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也认定成功的定义、强大的定义、胜利的定义，都在耶稣的受难周当中完全被打破了。或者说，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会更成熟，是你要突破这个世俗的眼光，然后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主耶稣亲自做了示范。所以我们一起反思说，我们是否愿意像那一颗炉具一样，放下自己的身段，让主要用它，而不是我们选择要做什么。主要用你，在什么境遇呢？也许通过一个同工，通过牧师长职跟你说：“来呀，一起来，主要用你。”你是不是在那边挣扎，说啊，这个事情做这种事根本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荣光啊，没有啊，是隐藏的工作啊，要不要做啊？是你思考到主要用它，还是你觉得你会不会显露出你的才能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服事上很重要思考的部分。虽然主要用它，而且走向一条可能不是你很喜欢的道路，不是你想去的道路，但是主要用它，你愿不愿意跟随？所以弟兄姐妹，这三个受难周的象征，如棕树、炉具跟十字架。棕树它是中东的很耀眼的树，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它的果子很好吃，很有营养，它可以当成欢呼的一个加油棒那种感觉。那炉具是很卑微、很谦逊的，它是人们的好帮手。那十字架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是一个牺牲生命而得救赎的主耶稣的最后归处。我们从这些象征物可以想到什么呢？受苦的使命。我们从群众这边喊和散那，欢呼，然后
最后统一这一群群众，也喊说定死他。这个转折是多么的强烈！然后从棕树枝的摇动、欢呼、热情，到最后孤单的走上各个他的道路，钉上十字架。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一个最大的突破、成长，还有升格。神让每一个基督徒有自己的道路，从何珊那到钉死他，从棕树枝一直到十字架。这属灵的生命好像必经的过程，你经历到了吗？你体验到了吗？你到最后耶稣复活的得胜，你经历到了吗？所以棕树枝的荣耀是短暂的，欢呼没多久，群众就散去了。圣经有记载说，耶稣他不喜欢喧闹。圣经记载，耶稣在棕树主日这一天，在傍晚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一起离开城了，到郊外一个小小的村庄去了。所以进城不是为了登基，好像一个国王的庆典、登基的庆典，而是他走入了要承接受难的任务。找这一只驴驹已经验证一件事情，他根本不是为了要做王，要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领袖，带领他们护国，不是。他是用驴驹来告诉群众说，我要像驴驹一样走向一个服侍人的生命，而且他是承接受难的任务，而不是登基。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使命的催逼。耶稣进城后的每一步都是朝向各个他的道路，他接受群众欢呼，但是没有单立在这种名声当中。我们知道很多人为什么政治人物最后会败坏，最后会堕落，甚至沦为阶下囚，因为政治人物太多的引诱了，权位的引诱、声色的引诱，特别是金钱的引诱，那一些都是人性当中最敌对的部分，但是最容易被感染到。所以耶稣他静静的离开了这一个热闹的耶路撒冷城，因为他知道唯有经过这个荣耀的误解，人们欢呼他是欢呼什么，才知道人性的差异在哪个地方。群众需要的是一个明星，一个君王，一个强有力的大卫在世，但是耶稣说这些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静默的走向各个他。所以因为有这个荣耀的误解，才让他能够在十字架上完成真正的救赎。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差距，一个正一个反，一个世间的认知跟主耶稣的认知都有差异。弟兄姐妹，受苦的必然。我们知道棕树枝如果不枯干，就长不出新芽。棕榈树或是所谓的这个椰子啦，还有槟榔树这种树种，它长到一个程度，它的最下面那一枝叶子要掉下来，才能再长出新的出来。那这个象征什么？耶稣如果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没有办法战胜死亡，没有死就没有生啊，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啊。主耶稣透过他的死来见证死亡的权势是无法超过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他的救赎是因为他的死才显出他的能力，他的救恩。所以跟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我们就不要经过那个苦啊，直接胜利就好了，直接成功不要怕拼读册免认真直接考上大学国立大学，直接找到好工作，一些苦都不用，不可能。基督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见证，他受苦是为了要救赎。所以下面这段话是说，耶稣的使命不是要避开痛苦，他是去拥抱痛苦，迎接痛苦，承接那个死亡，因为他要把苦转化为治疗世界的膏油。就像我们常常讲说，炼那个膏油，炼的那个橄榄，让它成为油，那个不受苦，然后要得到那个利益是不可能的。主耶稣用他最好的见证，他的身教，让我们得到这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哪一种荣耀呢？
纪念棕树主日，我们是用手挥舞信仰的枝子，但是我们跟随主不是骑战马来满足我们的野心，而是骑着驴子来破碎我们的自私。哇，这差别多么大！但是挑战也很大，因为要除去我们内心的私欲，除去我们内心的一种只求好、得胜、福利，而不愿意付出代价。主耶稣要在这个受难周，特别是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故事，让我们得到很深的学习。所以弟兄姐妹，棕树枝的提醒，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是确实配得荣耀，但是炉居的提醒是让我们这份荣耀是透过谦卑跟顺服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说，在教会里面，在人生当中，在生命当中，你需要的是哪一种荣耀？受苦的使命让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真的得胜不是消灭敌人，而是舍命爱人。现在世界老是碰到战争、冲突，我们看起来有时候是好像哪一个单位才是正义的单位，其实都没有了，其实到最后都是利益的争执。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觉得兵强马壮啦，武器高，多么样的厉害啦，其实到最后只是战华往来，你今天得胜，明天换你失败，征战不息，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当然有时候一时的畅快，因为好像得胜了就很厉害，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世界如果再不学习主耶稣那一种牺牲爱人，就永远没有得胜的部分。失败，再来报复，然后重新胜利，胜利再失败，这个一直在人的历史永远看得见这样的现象。但是主耶稣的道路很多人不想走，因为这个道路太辛苦了，而且没有一点荣耀。但是主耶稣说，我们得胜不是消灭，而是用舍己爱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思考说，当我们放下手中要求主听我的十字架的棕树枝，而是转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甘愿吗？我们乐意吗？我们是否愿意在受苦中依然称颂耶和散那，在困境中仍然赞美主，在艰难、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仍然主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有这样的信心来宣告吗？那个时候的宣告才是真正的信，才是真正得救反转的信，因为我们才明白耶稣进程的意义。你不是在顺境当中才称颂耶和华称颂哈利路亚和散那，而是在困境当中仍然坚信这一个救主的救恩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要一起思考说，小驴驹的见证跟省思啦。小驴驹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哈？小驴驹在圣经中是谦卑的象征，它通常也是一个载体，载体就是一个承载一个现象，或是一个教导，是价值不在于他自己是谁。我们知道，那个千里马或是那种世上出名的马，有时候一匹马要好几千万，就是养马的马主哦，哇，那是要有钱人才有办法。而特别是赛马，他比赛那种赌博那种赛马，哇，不得了，一只马如果得胜了，不知道可以赚多少钱呢。但是驴子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如果不是主人，大概认不得这只驴子是谁的，或是他的长相是什么样。但是千里马，哇，不得了，每一只马都有它的名字哎。所以驴子的意义是在于，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背负了谁。他背负了什么？他背负了主耶稣。把谦卑的驴驹放入现代的生活场景，放入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它指的不是卑微或软弱，好像驴子就是一无是处，没有啊。它是一种隐藏自己、成就大局的一个驴驹的现象，它是高贵品格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在教会群体里面一起思考说，你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一批炉居，成为恩典的管道，还是你一个咄咄逼人的、非常耀眼的属灵明星？这常常也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生活当中一个征战、一个挑战。谦卑的驴居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他的服事最高境界。当你在服事你的小组，或是你的教会事工，你的整个教会的每一样服事当中，是不是有让人看见的耶稣？因为你的服事让别人感受到耶稣的恩典，而不是你很显耀的才华。你什么都会，什么都厉害，也会唱歌，也会服事，也有口才，也有乐器，什么样都是，这是最显眼的、最耀眼的那一位。那看起来是非常让人家羡慕，但是记得，你有没有让你服侍的人看见耶稣？你把耶稣的光芒遮盖了，那就不是服侍的定义。马来服侍的思维我们都清楚。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像马一样，看起来是很力量、很有力量哈，地球精准啦、流程啦，得到夸赞啦，你很棒，什么都懂啦。但是这个时候，你是那一批展现力量的马，好像觉得有你出现，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就变马到成功了。有些教会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常常呢，他们教会事工一直推展不动，是因为他们只靠那几位强有力的人在支撑了。主日学也是他，圣歌队也是他当教导的也是他，带领聚会的诗歌也是他。糟糕！有的教会是那几位专门负责来撑场面，其他人像小婴儿一样就晾在那边，没有服侍。那不是一个神要我们服侍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恩赐跟能力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注意，是不是我代替了耶稣，我被取代了，让人家看见我，但是看不见耶稣。那我们看到炉居的应用，它是承载基督的。当你在服侍一个小组或是一个单位的时候，或是你在服侍团队的时候，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或小组员在分享当中说：今天我听见了神对我说了话，今天体验到神的同在，那就是你服侍的最高境界。也许你静默无声，也许一点都不耀眼。所以当我们这个属灵的洞察是什么呢？驴子是低低的、矮矮的，它的价值是低矮的，但也因为它的矮小，当主耶稣骑上去的时候，百姓跟耶稣距离是近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君王骑着马的时候，你头要仰头才看得见，因为高高在上。弟兄姐妹，这是很有趣的观察。当主耶稣的距离跟百姓近的时候，才是人跟他亲近最好的时刻。是的，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是这样。我们说站得太高，表现得太完美往往大家被你的能力折服了。当别人也要服事的时候，不敢出来，因为达不到你的一半，或是达不到你的1/3，感觉很渺小。所以有时候我们太显眼，反而会挡住耶稣的脸。教会中历史当中有很多出名的牧者很厉害什么样的群众一大堆，但是到最后他改变了，他变成教主了。人家看见他，而不是看见耶稣，到最后失败落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牧者警醒的地方是，你到底是在宣扬自己，还是要宣扬主耶稣？所以，当我们愿意像驴驹一样低下来服侍，基督的爱才能真正跟人亲近。我们知道今年刚好是马年但是我们在马年当中，反而是要活出驴驹的生命。我们适时的期待像这些我们常用的成语比如说马到成功啦、骡马精神啦、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啦、马不停蹄啦、马力十足。通常马就是最好的使用者当然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承认了。
不是说把马否定了，而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不是用这种来凸显自己，而是看到马的服事思维就是一种世俗的思维，驴子的服事思维是基督主权的思维。核心价值，马是追求成功卓越，但是驴的服事价值是追求忠心跟同在。自我形象，马是强盛快速，驴是温柔稳重。服事态度，马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事情，驴只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小事。终极目标，马是为了得胜解决地位问题，但是驴驹的使命是带入平安，带入关系的修复。那完全两样不同差异，但是主耶稣爱我们，用驴驹的生命来见证他的生命，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世界也许都在教导我们如何当一匹千里马，很多财经的书啦，很多股市的名嘴啦，都在教我们怎么样赚得更多，拥有世界更多的财富。赚钱财富并不是坏事，而是你把心完全丢在那边的时候，你对成功的定义就会被遮蔽了。主耶稣要用的反而是在城门口一头小驴驹。所以我说，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差异是你能够突破世界的眼光、世俗的眼光的魔障，然后看到那个更美好的神的永恒的救赎。服事上，上帝的着重点是从来不在于我们跑多快，而是在我们身上背负了我们的主。当你愿意放下马的傲气，穿上驴驹的谦卑，你所做的每一步也许很缓慢很辛苦，但是你却是在为这位和平的君王铺路。所以在这个马年的时候，我们来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但愿我们在马年不是求马到成功，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为你安排的，什么道路都为你而开，什么的困难都帮你排除掉。这样的成功当然是很耀眼，但是主让我们去理解它，我是不是被主所用？主要用它，你是不是在那边？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因为有我们的执着跟选择，然后跟耶稣走上这条隐秘的道路、微小的道路、困难的道路，但是是一个得生命的道路、得拯救的道路，这永恒恩典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祷告，然后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世人所追求的是马的耀眼、速度、力量、成功，但是主耶稣却选择一个卑微的驴驹，然后走进耶路撒冷，不是要成为王，世上的君王，而是要成为生命的主，带来救赎。因为受苦，因为受死，神的恩典是医治，生命就临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做医治的祷告，是我们要认同这样的使命。我们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主耶稣你救赎的恩典，你的恩膏跟祝福。愿神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也让每位弟兄姐妹在驴驹、棕树跟十字架当中思考到，神永远需要一头愿意为主摆上的驴驹，因为主要用它。愿我们成为那一批愿意被神所使用的驴驹，为主承载这一个永恒救赎的生命。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一起要来做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
那有时候我们这个礼拜大概就10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以为说啊，就是一个程序嘛。但其实最近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讲说，我走到前面来，勇敢的走到前面，是一个信心的一步。很多人受医治，有些人受到激励，有到生命的一个启发。上个礼拜我们听到金井神学生他在讲，他因为走到前面来做祷告，他重新领受到一个呼召，服侍神的使命。愿弟兄姐妹大家不看清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是同心合一的祷告，神愿意垂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境外同工一起跟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叫做《是我自由》。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请服侍者、我们的代祷者我们的大老同工、长老还有小组长，你穿上那一件这个背心用很好辨识。那其他要接受服侍的，勇敢的走到前面呢，排成一排，我们要一起为你做医治的祷告。我们来唱这首《是我自由》。一起来，是我自由的灵啊，求你勇敢的到前面来排一排，到我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我们更多的服侍者来前面服侍去做我心中的不安。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还有没有服侍同工执事也可以参与服侍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执事，还有我们的长老、代祷同工一起来。是我自由的灵啊，请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到这的有关，去做我心中的不安的灵啊。小声继续。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服侍同工不是很满足，但是可以1个到2个。我们现在开始请同工来为前面的姐妹弟兄来服侍，愿他们的需求，我们用祷告来成全。感谢主，一起开始。不够的，我们在第2次还有第2次，我们再慢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默祷，愿神赐下他的大能，成全在每一个需求的人身上，医治、能力、平安、喜乐跟健康。感谢赞美主。不够的人，我们可以陆续也可以来不同的人来一起帮忙。我们请同工来安排，还有人可以参与服侍同工来安排可以参与服侍。同工的安排一下，还有一位，还有需要服侍，还有一位需要服侍。这边还有一位，这边还有一位。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求主赐下恩典、医治跟释放，平安跟释放。感谢赞美主，哈利赞美主，我们赞美主。还有3位需要服侍，感谢主，感谢主，神的恩典同在。3位需要服侍，好，感谢主。将你的困难跟需求给我们同工讲。我们一起来呈现神的祝福跟恩典、医治跟释放。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同工继续来唱这首诗歌，轻轻的唱，再唱这首诗歌是自由的灵啊。
是自由的灵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我生活的忧患，驱走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的。我们站起来好不好？再一首你的灵啊，你的灵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们可以继续祷告，哈利路亚。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这时候感谢主，我们一起服侍，也一起同心祷告。最后牧师要为大家来做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做宣告祝福的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心中的需求，我们的难处，主你已经知道。当我们开口向你祈求的时候，主说：是的，你祈求了，我就应许。神啊，求你赐下你的大能、医治、平安来给我们，也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烦愁、困难、艰难，还有遇到的难处，求你亲自移开。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神啊，求你除去一切空中掌权的力量，让神的平安、圣灵的祝福临到每一位向主恳求的弟兄姐妹身上。主，你应许我们，主你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主你为我们受苦，我们必得完全的平安。神啊，无论是肉体的病痛，或是器官的病痛关节的病痛，或是脑部的病痛，以及我们身上很多循环慢性的疾病，神啊，照你的心意赐下你医治、平安释放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困难、软弱愁苦，求主亲自除去，因为神的大能要翻转我们一切的难处，让我们真正看见神给我们的曙光跟平安。感谢赞美主，因为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就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美好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祝福每一位在主面前愿意诚恳摆上的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很多弟兄姐妹，愿神赐下医治平安。感谢主，我们请回座，请坐。我们开始预备来做奉献。此时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
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背诵本月的金句。我们翻开周报第8页最底下，我们一起来朗诵。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4节，再一次，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主日的敬拜服事同工，司礼是陈秋怡长老，其他的服事同工我们请自己来注意。上周与本周各项的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还有聚会的讯息，我们请来自己注意。肢体交通，第一点，今日为棕树主日，也是纪念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今年的受难周从本主日3月29开始到4月4号周六来结束。在这段时间，让我们用肃穆敬虔的心，我们来省思主耶稣受难的信息意义、信仰意义。第二点，受难周的各项聚会与灵修活动，在第一点3月29到4月4号，我们早上有受难周特别的灵修时间。我们在第二点也有受难日前40天禁食祷告，我们也进入第6周。详细的内容我们自己来参阅。第三点，代祷团举办基督受难周的特别聚会，我们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我们有4月3号基督受难日的礼拜，也有基督受难日前的晨祷会，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踊跃来参与。第4点，台南中会第1小区基督受难餐会圣餐礼拜，进入受难圣餐礼拜，在4月2号星期4的晚上7点30，在后甲教会举行，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第5点，本会定于下主日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及圣餐及洗礼式。我们的下礼拜只有1堂的礼拜，而且我们时间是定于8点40，请弟兄姐妹来注意。我们也持续为了报名参加洗礼的或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来代祷。第6点，小会报告，本会敬拜中心新购卡哇伊5号手工演奏钢琴。因为我们的现在在使用的钢琴是2014年献堂时由会友所奉献的2手钢琴，经团队评估已逐渐老化，所以我们决议来采购新的钢琴。在这第2小点当中，我们也特别感谢胡信昌长老、刘国珍长老娘他们全家来认献这个全部的钢琴款。那接下来我们也有洪梅芬律师来奉献1台直立式的钢琴，将放到我们的微光咖啡厅。那有1就有2，无3不成礼，所以我们的
长城执事与芷然执事，他们也认献了我们新购的电子股套组的认献这个整个套组的款项。感谢主，让他们爱主爱教会的美好心意，也愿上帝接纳与赐福他们。富强50禧年的庆典事工，我们定于4月26号举行50回响生生不息的圣歌队诗歌观摩会，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与。也在5月16号要来举办教会祷告事工的研讨会，也让我们同心来预备，让我们这个50禧年的所有的事工都能够顺利的推动。那第3点，我们也50禧年的庆典委员会也定于8月9号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来举办社教50禧年的感恩礼拜。同时在礼拜完后，我们预备在5点30在长隆桂冠酒店举行感恩餐会。为了使所有的筹备都能够顺利，我们定于4月份开始来进行第1阶段的报名。再请弟兄姐妹来注意这个信息，让我们来报名参加。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的消息请我们自己来看。牧区团契的消息，我们自己来注意。关怀代祷事项，我们持续为了以下的关怀事项，与我们我们关心的人，我们一同来为这些事、这些人来代祷。总中会社区的消息，也请我们自己来参详。奉献的征信，请我们来注意看有没有出入的地方，若有错误，请向我们的财务人员来更正。以上，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我先来做欢迎哈。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第一个是叫郭慧雅姐妹，郭慧雅姐妹在哪边？让我们认识你，来，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郭慧雅姐妹，她是我们那个义军的妹妹，是不是？义军的妹妹，欢迎你啊，欢迎欢迎。另外是宋维学跟黄云2位在我们那边，让我们认识你，欢迎你，欢迎，从高雄来的吧？高雄，欢迎你们2位哈，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来参加，感谢主。是搬来台南，还是今天刚好来？搬来台南了，哇！那富强是你的首选哦，哈哈哈，感谢主啊，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啊，好。刚才也很感动，我们看到那个代祷时间、医治代祷时间，哇，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走到前面来几乎我们的服事同工都不够。那我是再一次呼吁，是邀请大家，这个祷告是一个行动，那藉由这样的集合，在神面前同心合意来恳求，愿神亲自成就许许多多医治跟平安在我们当中。当然，你如果有得到美好的一个回应，神美好的成就，你愿意也可以把它见证出来哈。感谢主。那牧师再做1-2点补充了哈。除了我们一些研习资料以外，就是这个礼拜受难周，我再提醒一下哈。第一个，我们从礼拜1到礼拜4有一个特别的晨祷时间。那我们在早上6点在3楼哈，由3位牧师来轮流主持。但其实不是聚会讲道，而是大家一起通过经文来灵修祷告哈。欢迎你，如果时间允许，或是你习惯早起的话，6点来50就离开。我们会准备一个小小的早餐。但是你不要说，我好像没有报名，我就不好意思来，没关系。如果说你忘记登记，等于是没有准备你的分量，但是你也可以来做聚会只是自己去吃你自己的早饭就可以了哈。当然，如果提早讲，我们都可以为你准备哈。好，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真的时间不允许，我们在周报里面夹了这一份受难周的灵修默想专辑，你可以每一天按照经文默想、灵修、祷告可以自己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哈。第二个是我们在重要是礼拜5晚上
礼拜晚上我们教会整体的一个受难日礼拜啊，我们等于是晚上的大礼拜啊。一般呢，有时候天主教他们是在做弥撒，做很大的大型的聚会，他们很看重哦哈所以受难日的礼拜还有礼拜天的复活节的礼拜都同样重要，欢迎大家排除万难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礼拜五的是8点，那我们的礼拜天只有一堂哦有洗礼，有圣餐，还有圣歌队的献诗，我们整个一堂把它完成，就8点40，等于是第一堂礼拜的时间，所以第二堂的可能比较不习惯，请你记得下个礼拜天早一点到早一点到我们在8点40就开始。另外我们下个礼拜有受洗的，有坚信你的，有信仰告白的，请我们这一群要报名参加的，记得在这个礼拜3 4月1号晚上8点，我们在心灵转讲要跟长老一起来见面，然后认识，也一起鼓励也请长老时间允许都来参加，来祝福我们现在的长老。那刚刚我们泽龙执事有报告了，我们真的很恩典，我们在50禧年的时候，我们为了很多乐器要换新，但是都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就直接认购了有胡新章长老他们全家认购这台钢琴，所以这台钢琴这个礼拜就要退役了。那下个礼拜就可以看到新的琴，5号钢琴等于是演奏型的钢琴。那还有我们的梅芬律师呢，他也奉献了直立式的钢琴，而且我们的昌仁执事跟我们的子兰执事他们说，这个鼓他们来包了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是因为神给我们祝福，我们有力量一起参与教会，有的是实体的、实物的，或是金钱的奉献，是为了让我们50禧年的事工能够很顺利的推动。也愿神赐福每一位愿意参与服事者。我们另外有一个研习会的时间是4月11号。4月11号是什么活动呢？是我们在礼拜6早上9点有一个吴宪章博士的研经培灵会，他是华神的老师，而且也是我们如果在看 Good TV 有一个主日学空中主日学的讲员，他的讲话很有活力，很有活泼，所以你听讲不会觉得很疲劳或是很无趣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要准备便当那边有便当的，而且还有些点心所以我们需要报名一下。你如果跟自己教会了，我们就直接在办公室登记，或是你直接用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你们看在图卡里面，直接在他们的环球圣经公会报名也都可以，这样只要统计人数而已这一点再请大家一起配合踊跃。那一个小小的提醒啦我们今天回去把你最漂亮的花色很红的衣服扇子放在抽屉里面放在柜子里面，先不要拿出来，因为这个礼拜我们也希望大家穿素色的衣服，是为了嘛？要纪念耶稣的受苦当然也不是很强制啦穿了就穿了，也不要说哎呦糟糕我怎么穿红色的就是习惯的一个纪念耶稣受苦的意思啦好，欢迎大家礼拜1、礼拜4都来早祷谢谢。颂龙会众请起立，我们来一同吟唱我的神我的王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牧师来主导。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经历主耶稣受苦，我们经历了神生命的医治跟盼望，成为有生命、有力量、有得祝福的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请做默祷来避讳。今日第2堂的礼拜到此结束，弟兄姐妹互相请安问好。